宜兰县长林姿妙涉嫌贪污，被判刑停职，所以即马爱讲伊是前县长咯。早起一透早，伊也是去参加宜兰的升旗典礼，参加着相关庆祝的活动，翕相嘛也是徛伫个中。致辞的时阵，伊再度来强调讲，伊做人真实在，无做歹代志。 前宜兰县长林姿妙手提国旗，伫咧代理县长林茂生的陪伴之下，出席宜兰县县长的升旗典礼。虽然数年用县长的身份参加，不过今年身份大不同。来到现场，先甲县府专配一级主管揽出来，因为一时被判刑，县长的位嘛互停职。林姿妙今年以贵宾的身份，互邀请来遮参加。现在昨昏规工有好困无？ 还是拢困袂去，嘿，心情讲者，也头三手有心灵。是。伫落的含主管拢有伫咧开讲，虽然是贵宾，不过伫咧致辞或者是翕相时，林姿妙拢是徛伫咧中央位。姿妙呢，一世人呢，单单做人，认真做代，实实在在，当讲，野头三手有心灵，人伫做，天伫看，所以呢，姿妙呢很认真，跟各位一样。 徛伫咧边仔，嘛听伊讲，艺术是要选后一届宜兰县长的立法委员吴宗宪，讲到县长停职，嘛替林姿妙发愿望。判决书还没有出来，目前是判决主文公告而已。那判决书出来，我会稍微研究一下判决书的内容。那我昨天有意见的是停职的规定，因为停职的规定那个很明显看得出来是地方制度法忘记修改那个部分。那避免这个宜兰县政的空转哦，也希望说代理的林茂胜副县长哦，能够这个承担起这个所有的重责大任。 头一个毋是以县长的身份参加升旗典礼，加上涉嫌贪污，被判10年起判，佮互停职，这个元旦林姿妙的心态应该真歹过。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